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睇我哋素顏人頻道嘅短片。好啦，睇完片之後啦，如果覺得我哋段片幫到大家嘅話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、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啦。我哋會繼續拍唔同嘅片啦，擺上我哋頻道啦。目的就係幫助大家解決學習上嗰個疑難嘅。今次揀嚟嘅題目係一條First Principle 啦，基本原理嘅題目。好啦，亦都係呢個系列嘅第二條啦。好啦，先睇睇A 部分問啲咩呢？ Show that 證明啦，x 加4 over 3x 減1成個份數啦。減嗱，第一份數就係 x 加 h 加4 over 個份母3乘 x 加 h 再減1嘅證明等於右手邊13h 啦，over 一個3x 減1第一括弧啦，再乘第二括弧就係3乘 x 加 h 減1，成個中括弧包住佢啦。嗱，跟住我哋睇睇個做法。嗱，第一件事我哋唔好抄錯題啦。嗱，又點呢？3個字通分母啦。嗱，通咗分母之後個分母變到3x 減1成個括弧啦，再乘3乘 x 加 h 成嚿啦，再減1，成個三間中括弧，然後變做咩呢？ x 減4打括弧啦，再乘3乘 x 加 h 成嚿減1，成個中括弧包住佢啦，然後減。好啦，第二個數係點呢？就 x 加 h 成個括弧加4。嗱，點樣做呢？咁當然之後大家可以睇到我點解要加中括弧俾佢啦，同埋 x 加 h 細括弧包住佢嘅。咁啊乘翻3x 減1成個細括弧包住佢。然後點樣呢？嗱，分母照抄嘅啫。分子我哋先expand 咗佢先啦。嗱，展開過程少少去做，先變做x 啦，乘一3乘 x 加 h， 咁啊寫成3x 乘 x 加 h 括住佢啦，加4 3 12乘 x 加 h， 然後減1乘 x 加4即係減 x 加4啦。嗱，成個數溫中括弧包實佢先。嗱，點解呢？因為中間有減號啦，我哋小心少少啦。然後點呢？開一個中括弧啦，3x 啦乘 x 加 h 加4 3 12 12x 啦，減1乘 x 加 h 啦，即係減 x 加時候括住佢啦。然後啦，負1乘正4都係負4，所以減4啦。然後呢四個數成嚿揾中括弧包住佢。嗱，跟住我哋化簡佢啦。嗱，先睇第一個括弧，3x 啦乘 x 加 h 加10x 再加12乘 h 啦，減 x 再減4，成個中括弧包住佢啦。減第二個括弧就係 3x 乘 x 加 h 加10x 啦，負正得負減 x， 負正負減 h 再減4啦，成個中括弧包住佢。嗱，呢個係分子啊，分母我哋兩個字照抄嘅啫。然後我就睇到啦，無論前邊個括弧啦，或者後邊個括弧都好都有3x 乘 x 加 h 啦，正12x 啦，減 x 同埋減4嘅。咁呢啲全部透過加減抵消咗佢啦。最後分子剩低12h 啦，減一個括弧負 h 啦。分母都係照抄嘅啫。嗱，化減埋分子計到啦，我哋答案就係13h 啦。over 個分母都係照抄啦，就係3x 減1括住佢啦。再寫一個3乘 x 加 h 減1，成個中括弧括住佢啦。去到B 部分啦 ，hence 由此翻the derivative of x plus 4 divided by 3x minus 1 from first principles， 利用基本原理啦，求x 加4 over 3x 減1呢個度數嘅。睇睇個做法啦。嗱，將 x 加4 over 3x 減1乘個 d 咗佢啦。其實都係咩呢？ limit x 趨向0 1 over h 啦，再乘一個叫做f 啦 cos x 加 h 啦減 f(x) 嘅。咁f cos x 加 h 係咩啊？睇睇第二步啦，就 x 加 h 成個括弧加4啦。呢個係分子 over 3乘 x 加 h 啦，減1呢個分母成個括住佢啦。再減開始個 f(x) 啦，就 x 加4啦 over 3x 減1成個括住佢噶。嗱，然後睇到啲乜嘢咧？我比較翻呢一嚿數同 A part 啦，其實係點啊？差個正負啫嘛。
嗱，如果我抽個火出嚟嘅話咧，根本上咧裏頭嗰嚿嘢咧係會變成 A part 開始咧，俾我做一嚿一模一樣噶。所以第三步咧，見到我咧就抽個負一出嚟啦，俾個 limit 的 challenge 啦，負 alpha h 啦。咁裏頭嗰嚿嘢咧，其實咧係等 A part 咧一開始咧，題目叫我哋化解一嚿嘢嘅啫。然後點啊？用 A part 答案啦。所以睇到第四步，俾個 limit的 challenge啦，負 alpha h 啦。你由13h 啦 over 啦 3x 減一成個負啦，再乘3乘 x 加 h， 再減一成個中括包住佢，再成嚿嘢揾大括包住佢啦。然後啦 h 咧趨向零，即係話唔等於零啦，可以約減。約出嘅時候咧，我再將個負13抽出嚟啦，再乘呢尾 h 趨向零，1 over 咧 3x 減一第一括啦，3乘 x 加 h 成個括減一成個中括包住第二括啦。然後點啊？我代 x 等於零咧落去咧呢一個數嗰度啦，變到負13啦。跟住後邊乘一個咧1 over 3x 減一啦，再乘一個咧3x 加0即係 s 啦，即係3x 啦減一括住佢啦。進一步化簡，最後計都係負13啦 over 3x 減一成個嘅2次方。呢個咧就係我哋嘅最後答案啦。好啦，希望呢條片咧幫到大家啦。咁大家記得咧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啦，結埋一齊睇啦。多謝大家嘅時間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